下尾各篇文章各有4隻空格，將根據文章嘅意思，由抗議語法讀出應該填入空格嘅詩詞等先題。以下先來讓呢篇文章當作詩，不過讓到文章嘅細節唔好緊張，我們可以見招拆招，一題一題來解決。以下讓題一項，阿咪上來後慢講，請將先下翻，夾把嘴講阿咪，如能讀到昂音空格，這裡的空格要填什麼呢？我們回頭看上一句的意思，夾把嘴講阿咪，如能讀到昂音，他的爸爸很怕阿美在路上遇到壞人。我們先看選項，第一隻選項係無解釋，第二隻係表演術，第三隻係實力股，第四隻係懂什麼。來了解選項的華語意思。選項一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選項二，饒恕他。選項三，用盡全力。選項四，盡心盡力。所以呢題嘅答案應該就係選一，無解釋最通順。怕遇到壞人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們先一題一題選好答案，最後可以整篇文章再來讀一次。接下來就請來虔誠教練訓練阿咪，阿咪進步當家，聽佢從良進來進從。雖然取到一空格，阿美進步得很快。他所舉上來的重量也越來越重，雖然他覺得怎麼樣？我們看第二題的選項有哪些？第一隻心力，精神和氣力；第二隻實力，實際擁有的力量能力；第三隻有力，強勁有力氣；第四隻實力，吃力。因為聽個重量也進來進從，重量越來越重，所以他會覺得吃力。離題嘅答案，我們先選四，實力。接下來，唔過見讓到七家嘅進步，也去到得得咧，有細節連到貴姓算年七，也當上台難，有細節。冇成語出上，未想愛放棄，得拜阿咪愛放棄解下，就會空格有人講過。好，第三個空格出現了，那我們先來看第三題的選項有哪一些。第一隻覺得，饒平腔沒有這種說法，這是四線腔的覺得感到。第二隻想到想到，第三隻認到認出來，第四隻拿到以為。接着我們需要了解文章的意思。上面一句，得拜阿美而放棄該下，每次阿美想放棄的時候，就會空格有人講過，危險係確定有嘅，不過錯講也唔講，全讓自家嘅選擇，就會空格聽人講過，危險是真實存在的，可是要怕它嗎？全看自己的選擇。所以離題而先乜解，就會想到有人講過危險係確定有嘅，就會想到有人講過危險是真實存在的。離題應該而先你嘅答案。